到台南的府中路到开山路，遮听讲有一档咧卖乌冷的，是2块，乌冷2块。来，咱即马来看，你看有真侪人即马伫咧排队。来，朱红老师，嗨，小金老师，玉涵老师，来，因拢咧排队哦，会记你缀我来哦。哦，还阁有真侪人伫遮咧食乌冷哦，食趣味呢。就是台南的乌冷2块的。小姐，看买单了。大家辛苦一工啊！来哦，快吃哦！这杯互我，这杯互我，这杯我真咸了。我杯错了，刚好是安尼披萨，唔知呢，先食啦。哦，先食，所以这几支啊，唔知影，就是这就是咱等一算签啊的，迄个钱啊，2块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即摆安尼一支嘛是2块，来你迄丸啊，安尼嘛是2块，安尼加落一喙就是2块。对，你初互咱就是一开始就是算这2批的钱。啊，遮咱有长的，咱遮有长的，就是长的，你讲1支5块，啊短的就是1支2块，安尼算的。算的算应该是安尼。啊，搁抽看一支起来，我做一支较准啊。